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路行。爱你啊，生命献予你。爱你啊，青春献予你。想你啊，万事愿意。我愿陪一生。离开你，我无奈。离开你啊，真悲哀。如今只好将咱静静等落大海。李基啊，你是安怎要这样讲？你是安怎要安尼做？你为着要救我，牺牲你家己的性命，你敢知我心内有偌艰苦？我唔甘，我真正感觉死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我啥物拢无。我才离乡活过来，天公伯啊，我直接拜托你，我拜托你用你要我过来，我无天公伯啊，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啊，你啊！宋梦主，你若是我陪你去泰山祭天，凡世情形都无共款啊。今晚我看你安尼，我心肝内嘛足疼，嘛足艰苦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安慰你才好。我可能希望你用这爱，会用坚强起来。地藏菩萨指引蒙困一路好行，引带因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林公主，玉皇姑娘，这样阿妈，你是走去倒位？是的啦，林公主。当我要出门之前，煞袂记甲你讲一声，害你烦恼啊，真歹势。我是去河边放水灯啊。你若想着要去放水点，今日这天，医生遐尼侪人，就连二皇子嘛遭遇不幸，还佫有三皇子会带从铁钢山到遐个护卫。我看到三皇子遐尔艰苦，我可以嘛足艰苦啊。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子，不得不能，我阁无才调去操着因，我会当做的，就干那这一点仔心意。你是安那安尼想？这是为着天理，为着正义，才想要对付苗头。当然，你嘛想要趁这个机会，把天宝救出来。不过因拢牺牲了，我是天宝的阿娘，我免哪会袂艰苦，因为我真是对不起因啊。还阁有，虽然讲李红做进前心肝冷冻，
啊，不过伊已经觉悟啊，甚至伊为着要救三公主，牺牲家己的性命。我实在想拢无，怎怎一个人已经觉悟冒悔家的心，却遭遇不幸呢？玉凤姑娘，你有这份心意，就是灵，就是对。不过你嘛唔通伤艰苦，众生总是会开脱苦海。我了解啊，多谢林公主。我先入来，林公主，你嘛较早休困。天狗山，天狗山，天狗山！你呀，你呀，你呀，怎么的？你呀！你呀！我的良心要哪会得过呢？我看做讲，我嘛是对不起因啊。我要做才好呢？我应该怎么做？我做闹亏的，我无想要活。我做闹亏的，我无想要活。我乃拢袂听，我乃无法度死。当然嘛袂听，你伫天的是李王将军啊，大家叫你讲剃头，当然你安那都嘛袂听。感觉袂听，哦，拢袂听，要才低头啦。拢袂听，兄弟呀，拢袂。莫去伤心啊，起来啦。你是要叫我哪会可能莫伤心啦？这么重要的代志交代我去做，叫我不干安尼，我做无面子的，我做闹亏的，我无想要活。娘娘，我对不起你，天宝，我对不起你。兄弟，顺风诶，你莫去伤心啊，莫自责啊。啊，无人怪你啊，就算是我绝对无可能再闹亏的。我做闹亏的，我无想要活。莫激动，你莫激动。当时咧讲，仙人拍鼓有时错嘛，你只是错了较离谱呢。我做闹亏的。我无可能甲活落啊！顺风，你唔通安尼啊，兄弟，你莫安尼啊无，我叫你莫激动啦。今仔日，就算陈公馆伫我身躯发生这种代志，我现场我就自杀啦，我无可能等答应啊！你讲啥？我跪，手举起来，看我快叫所在，叫什么名？陈立干啊！陈立干，兄弟啊！我一世人可能拢无法度阁叫你陈立干啊！我要先来去啊！你我过，我得要死啊！我不爱让你看到我死的模样，兄弟。依咱几啊百年的交情，我要拜托你一件代志。我若是死，希望你将我的牌位放在恁兜，早暗三支香。拜托你甲我拜，
我会甲你拜，啊，毋过我无得较有用。你哪袂死？我唔知啊。哈，娘娘甲你救啦！顺风诶，我也无怪你啊，你现在要安尼做？娘娘，都是因为你无怪我，我才会艰苦啊。好好一件代志，叫我不甲安尼。我受到西门子遐尔艰苦，我受到天宝，拢是我的唔对，我无啥物通好讲啊，我只有一心下罪。顺风诶，死敢有法度解决所有的问题？搁再讲，用死来闪避一切，安尼你敢袂想无志气？今仔日会发生这款的变化，拢总是天意，是冥冥之中早就注定好，是上天玉帝要来考验人。你这摆陪三皇子去祭天，已经尽心尽力，我袂去怪你，也毋过你后摆万事都要小心谨慎。公主。虽然你讲是天意，也毋过我感觉我真正互你做无面子的，我无想要活啦。人人心中有一心，一心之中一乾坤。殊知古不心头济，莫向心外别乾坤。顺风诶，你去念经。互你的心胸亲像乾坤遐尔开阔，自然，你就袂因为你的自责去困住、形成迷障。那呢，你的心肝头会较平静安定，后摆做代志嘛，搁较有智慧，安尼才有法度将功赎罪。请见地主有何吩咐？大妹，你自认为你家己的武功如何？地主经过师傅加持，功夫进步真多，即摆会用讲已经达到武状元的境界。武状元的境界，真好。大妹，在，你规身躯力量攻击为师。是，那咧地主就失礼了。师傅，你的功夫，这就代表讲为师已经吸取了这个精华，成为盖世。那呢，师傅是安怎无法度去破除林怀竹手中迄支降龙宝剑？降龙宝剑是太上老君所持有的宝剑。原本是当年大禹治水之时，用来定江海深浅的定主，是一个身体。用这个身体铸造而成的宝剑，还有玉皇上帝开恩加持，所以降龙宝剑会当进山河，威力无比，为师难破。师傅，迄支剑遐尼厉害，那呢师傅是免来对付？所以为师要受五行之道。因五行之尊令我体内闭关修炼，大妹，在。为师即时要闭关修炼，在这段时间输创本地之人，击杀无论。是。做瑞离开了后，我拢找无你的人，我想你应该无食嘛无困，你是毋是应该等休困啊？人生就亲像一场梦，有真侪代志
是互人料想袂到的。虽然李兄的遗体已经送转京城，但不过我煞袂通亲身护送伊转去，我心内非常的艰苦。你的心情较痛苦，我应了解。还是你奉献的警号令哦，叫伊走去，到即阵还袂抓到。你一定认为讲，你若转去京城是愧对皇上，嘛愧对天下苍生。也毋过三公主，你是安那无反倒转来想看卖呢？等你若完成恁该做的代志，完成恁奉献遗愿，那你转去才有意义啊！三公主，我今日来这是林公主叫我来考考你。伊讲这一切拢是劫数，天命难违。你千万袂因为伤过伤心，煞来失志啊！其实林公主，伊心肝内比你搁较艰苦呢，因为伊搁有最重要的任务需要伊去完成。什么任务？我嘛唔知影啊。为着哦，总讲一句，林公主伊最关心你的，伊有甲我交代，叫我一定要甲你讲一句话。伊讲：金鸿汉母金何在？唯有恁伫万古团。相信你应该了解这句话意思才对啊。我了解。世间的万物总是成为过去，只有以仁爱之心兴善念，才当千古流传。无唔对，你奉献的牺牲，也就是心存善念、行仁爱，这款精神是互人怀念佮尊敬。所以三公主，那安尼，你是毋应该赶紧将你的心平静落来，千万袂用阁伤心啊！多谢林公主，伊遮尔关心我，还阁有你，多谢你来考劝我，来甲我开破。阮的，咱两个人过当斗阵的日子，已经剩无偌济啊。即马拄到这款的代志，我真正想袂到，你阁会当这么坚强，这么勇敢面对这所有残酷的事实。讲实在，我真敬佩你。我嘛应该甲你同款，爱振作，爱坚强起来。玉凤姑娘，到底你心肝内有啥物话想要甲我讲？你唔免顾虑，只要我做会到的，我一定替你解决。我想了几暝，我袂当搁遐尔自私啊！自私，玉凤姑娘，你为什么这款想法？假使为了救天宝一个人，才会牺牲遐尼侪人，就算甲天宝救出来，我的良心嘛袂得过。假使你若免顾虑天宝的安危，我相信你大家一定会当拍败苗通的。
嘛卡变伊都会毁三族，伤害过较侪人。玉凤姑娘，你有这款想法，我真感动。杨过天保的是无辜的，阮无可能让伊白白牺牲，一定会尽全力保护。恁三个人是要来送死去？死，就算要死，嘛要带你来做伴。恁三个人在五间内，就好亲像是狗仔同款，等于就死。大汤盐。尽量恭自出离乡，对好참生在坎坷。礼物总有离生命，五行金爱立中央。是个修，五行颠倒。是个转好吃，嘛是八仙之一张果喏，倒徛离之生活。是讲哦，即马三公主哦，拢袂识食呢，愈来愈振作，嘛愈来愈坚强啊哦。是啊，我看到伊为悲伤变甲真坚定，相信免偌久哦，伊就会振作起来。厉害，太厉害咧！妞妞有够厉害啦！妞妞知影，这个时阵，敢若有爱情会当安慰着三公主，嘛敢若着爱情会当解决伊心肝头的艰苦甲痛苦。所以讲，妞妞唔则紧叫你。陪三公主去找三公主啊！哎呦，爱情的力量有够大的啦，嘛非常的珍贵哦。亲像我啦，我唔要等过偌耐呢。也毋过，我非常深深要祝福你个三公主，会当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生真侪囝，生真侪孙，真侪干仔孙，拍婆啊！拍婆啊！而且要拍婆啊？因为你来甲祝福啊！哇，他都来祝福哦！伊甲三公主会当生真侪孙、真侪囝，你看伊的面，哎呦，红起来歹势歹势！真正歹势呢，真像狗的加床呢。红红啊，红红。我甲恁讲哦，以后恁两个伫三公主面头前，千万袂用叫我小龙女。家己啊，你本来就是小龙女啊！哎呦，哎呀！阿长，就是讲你啦。这问题三公主认为伊是文言啊，啊，你叫小龙女，啊是小龙女，啊是文言，啊是龙言啊？无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三公主的问咱做歹解说啦。对。啊，文言，你即摆身体已经到这个程度啊，我看吼，恁的爱情嘛无法度完全啦。到时阵吼，若是缘真未了。三公主搁这尔啊痴情，到时阵三公主的心肝头一定非常的痛，伊会一直痛，一直痛，一直痛，痛到规个心肝头脆糊糊。到时阵到时阵，当我你啊啦，世间人无讲个话无，你看小玲，
我那艰苦，真正当回事体啦。歹势啦，我后袂讲的啦，我凊彩讲的，我后袂讲，我凊彩讲，我乱讲，我后袂讲，我乱讲。你若莫搁答啊啦，伊甲你回事体啊，原谅你啦吼。跟你讲生笑的啦。讲实在啦，我这阵银行也足开的啊，等到我感觉即摆上重要的，就是要赶紧破除模拟两组的心通模范，将体保救出来啊。对啊，若我每一工哦，快用过年，迄思念天宝，咱边仔人看是啊，替足烦恼伤心的。也毋过，即摆这个可恶的苗通，连天地一月的精华拢叫吸收去啊！模拟两组嘛是伊的原型，伊讲有偌厉害就有偌厉害，到时阵想要甲除掉，哪有可能啦？娘娘讲过，咱心愿留偌大，这个力量就偌大。只要咱心存正念，莫行妖魔鬼怪，咱的心愿才当完成。所以，我一定去查出泾河玲珑那秘什么所在。你查出来未？但我查出来，我都唔是叫千里眼。拜托姐，紧讲好无？伊秘伫一个足神秘的道馆内面。莫怪哦。迄阵啊，咱要去救援讲要甲除掉，找无人。唔难呢哦，我昨天看的时阵啊，伊介像练什么有诶无诶一个法术啊，规身躯咧金光闪闪呢。我咧想哦，伊的功力又搁增加。那你要摕到模拟两组，就更加困难了。我有办法。每摆顺了讲有办法咯，就是烦恼开始啊。你看，叫咱大家等，伊家己唔知比赛吧？你莫着急嘛，既然伊这么有自信，我想应该是有办法才对啊。歹势吼，你唔捌伊啦，伊唔叫顺风，伊叫破风的。每一摆吼，咱伫重要时阵，伊就会闹开。陈丽，嘿嘿，你倒来啊！讲我歹话，你袂记我是顺风耳啊？讲我歹我拢听到啊啦，甲我吐槽你。到底找得到想到办法来未啦？办法就伫遮。诶，这很微妙法嘛。娘娘19岁迄一年，一个老特殊产业啊。所以办法就伫遮啦。所以讲，你现在偷给娘娘物件，你讲我歹听，少看一个，什么偷摕？无啦。喂，你两个莫搁搭嘴角啊，好吧？紧看内面写什么较重要啊？哎呦！讲笑，你来看看，这虽然无效，要咱破除龙珠，暗过有效，要咱破除龙王的威力呢。哦，原来甲灵王的龙气甲挽掉，都会使哦。所以讲，也无威力，要破除龙珠就简单啊。哪有遐尔啊简单？这根本无可能啦！啥人无可能？你想看卖嘛？灵王即马这尔啊厉害，咱想要拔伊的龙气，到时阵哦，还袂拔到，咱就叫伊拔皮。叫伊莫家己讲啊无志气啊无？你毋讲过，你要将我赎罪。是啊，所以讲，这就是你表演的好所在。紧去！啊，也毋过吼，啊，这款代志我去。你去。虽然是我的师傅，也毋过伊即马已经完全失去人性啊。搁再讲，嘛只有我才知影伊啥物死神来幻化出金河灵王原型啊。
袂用急啦，你去冒险我袂放心。为着天你正义，我去冒险嘛是应该啊。也毋过你的性命。我知影，就是因为我存无偌济4通外，所以我更加应该去。就算讲我失败啊，安尼我死嘛无遗憾。好，既然你这么有勇气，你家己去。嗯？讲真就啦，做伙来去。嗯。南树孤芳小路行，孤单窗伊我点。小人你讲得忘了，这个时阵就是咱拢放在情怀两的时阵。无唔对，伊喘几声，已经变做柠檬啊。即摆就上好的时机，恁千万会记得，伊一定时间非常的短，咱一定要好好把。行。哎，等下。哎呀，我是感觉人这好事，我是人去。好啦，听伊的啦。应当我去找时间，我先来走。较细滴啊。奇怪，现在陈立顺和小龙女啥个拢无看。
当时拢无伫。今仔是家人之上，啥都无反悔啊！哎呀，因三个人有凶险。小龙入去遮久啊，拢无消息，敢会出代志啊？袂啦，遮伊比咱较熟，嘛比咱较巧，放心啦。无着遐尼大性命危险伫来遮，煞无法度甲代志完成。这是我讲，还是讲是天意？敢讲是上天要逼我行绝路？我甲你博这最后一赌。前后令我买精神的连转。哎，小露露，小露露，啊，睇到吧？当然啦，竟然两亿别走。哎，赶快，我快，哎，进来走。奇怪，我容易嘞。容易是你偷地走的。 无唔对，是我，师傅，你们莫个叫我师傅，咱师徒之情早就结束。我捌讲过，你若是一直跟我作对，我苗童绝对袂手下留情。李先生，叫阮来的啊！哼，你家己就自身就难保啊，佫是要救人？小露露，你先走，叫我来处理。我赢你啦！我袂和你的祖祖放你两个唔管啊！衙门七七气为结，防我道馆之福地，含量宝剑杜机器，道消魔掌将之灭。师，你有要紧无？不要紧，我家在为师修行五行颠倒，逆转而车。 用下着8仙之张果路倒骑离之生活，才当破解含量宝剑。所以，
你为着要修炼仙法，今仔已经元气大伤啊！请师傅入到道观内底啊，服用救元仙丹，调气静养。伊冤月牙原本是极阴之上，邪道魔幻混淆。虽然降龙宝剑已经被破，但是伊冤月牙嘛因此变成仙道诸行的小卒。相信因三个人应该是脱险啊！感谢菩萨慈悲善良无量心。陈立顺哦，雪龙路，你唔要紧无？可是你，紧入去疗伤。谢谢。师傅，救元仙丹已经炼成。功力恢复未少，恭祝师傅万事顺遂如意。会当破除降龙宝剑，这就确定为师已经吸取到这款精华。嘛因为修炼五行逆转仙法，已达到天地之造化，以千万道之玄妙，结合心魔玄机。有影是会当天下为我当尊咯。那呢，弟子跟随师傅修炼，日后修炼一定会得到无量的正果。我唔对，阿妹啊，你着要好好跟随为师修炼，知无？是。是讲为师想袂到，因竟然会冒着性命危险。教你来逃出为师的容器。林姑娘，三王祖，我想我是叫你林公主比较较自在。林公主，阮离遐事对我来讲。是真大的打击，也毋过有你甲文内甲我开导，我总算知影世事无常这道理。世间的一切拢是因缘，所以我袂当阁失志落去，我以天下苍生为重。三王祖，你有这个诚心，就代表讲你已经有慈悲的智慧心甲菩提心，你应该用这个心。去帮助你的奉兄，互伊会当较早脱离三界轮回的苦海。听林公主安尼讲，我的心嘛更加平静。多谢你的鼓励。三王祖，你唔通安尼讲，迄是因为你的明智，才会当觉醒顿悟。请问林公主，你对倒位来？我感觉你慈悲为怀，而且世界济世救人，这毋是一般人做会到的代志。普天之下，礼佛修道、练术救法的人真侪，也毋过术有分正甲邪，也毋过道只有一条，也都是神圣的正道。只要以善念修正道，法就会当自成出，术正就会当破邪。所以我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，我干那知影讲爱行正道。林公主，
啊，文人的药啊，三皇子，文人的药已经好啊，是不是很麻烦你？像是我文人。李白，文人，这是林公主亲身装的药啊，会当疗伤气毒，恢复元气。来，多谢你。烧。文人啊，你明知影你家己的状况，是安怎搁要冒险？世间万物，有多一项片面心甲面。佮再讲，性命若是微小，无道对做嘅，那你到时阵天下对来乱啊！三文忠，我相信你嘛不愿意看到这件情形发生。所以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就应该维护天理圣道啊！为着安尼，你着保过你家己的性命危险。文内，你的精神，我做敬佩。来，小龙路，小龙路啊！哦，哎，小龙路啊！小龙路，哎，小芳，拄则叫上小龙路。我，对，文言姑娘啦，是安尼啦，因为伊是一个小姐嘛吼，不过伊顶功夫的时阵，敢一尾龙诶，小龙就叫伊小龙女啦，对啦，是安尼啦。我甲顺风的哦，是足钦佩本人姑娘的勇气啦。伊甘愿死吼，嘛不爱向伊派人历史，所以吼，我有当时啊拢听安尼叫伊啊。原来是安尼啊！是讲吼，真正是想袂到呢。迄个苗通竟然是真好良好的化身。文人啊，你明明知影你家己毋是伊的对手，是安怎搁要掠伊？就是毋是伊的对手，毋则想讲话先疼。还是要跳啥？听伊的道观啦，要甲警告一下吼，叫伊莫遐嚣摆啦，啊！嘿啦，恁真正是用心良苦，要毋过恁根本就毋是伊对手，安尼做真正有够冲动的。若要除掉苗通，无遐尼简单，必须要有详细计划。有计划。文内，来，你好好静养，我来去大殿烧香拜拜，祈求妈祖保庇你身体紧好起来，嘛祈求妈祖会当互我紧想到一个办法，除掉苗通。我先去啊。皇上，小龙女啊，你先来陪阮讲哦，要咱要甲疼伊的良心啊！那甲伊讲，一定问讲这机场的用意啊！咱就实话实讲啊，就是讲咱要利用迄个良心，甲伊苗头快点甲破坏掉伊啊！你哪有够动讲的呢？你有交代过，千万袂让知影恁的身份。卡孙若伫三文做面头前做法，一定怀疑讲你毋是凡人啊！那安尼，敢若是增加无必要困扰，加麻烦的。哎，对啦，你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啊。所以，我毋才一定讲互三文做知影讲我真正的身份是小龙女，可袂去甲惊到啊。是讲你两个找我要创啥？哦，第一是要关心你，啊，毋过看你人药了吼，气色遮尔好，阮就安心啊。嘿啦，上重要是哦，要问你啦，迄只臭玲珑到底是啥物时辰？伊的功力上足，你是伊的徒弟，你应该知影。我会记得较早伫个龙宫，每一个在时日头若照到的时阵，伊就会神龙出海，对日头去收阳光之气。
才有那推算，伊两去烧药的时阵，应该是伫饮食。不是。陈理事吼，时辰要到，你紧走啊！福恭喜，电信通，良喜社会，恶龙破功。用回收电视位，休闲经济破太极。陈理事吼，良喜英雄到要恢复，咱成功啊！嘿，对呢，我感觉袂放心。千里，电信通看一下。是咧笑啥啦？安怎？安怎你看到啥啦？水啦！小龙你讲了无唔对呢。而你的时辰哦，破除的良喜，伊救援经济大属实啦。佮加上伊真正有行量保险上着，今麦要拄着迄个臭特殊，上来救的，行行。小龙路，啊你是安怎？我知啦，你搁带念你师徒的感情，惊死到无到下手对唔对？人哋讲，食果子嘛就爱拜树头。师傅对我拥有之恩，啊，我亲手将伊的形形毁灭，我实在足烦恼。我到时阵会不忍心下手。小龙路啊，伊已经死去身价啊，而且已经走火入魔啊哦。伊嘛甲你稳断义绝啊，伊已经唔是你的师傅啊啦。对啦，啊你进前拢定来甲苦劝，伊若唔听呢，佮要害你的性命。你来看，伊这样弄毒，你是安怎佮要有这种顾虑？因为妈祖娘娘有讲过，叫咱有慈悲心，啊，佮有宽容的心嘛。是无唔对啊，啊唔对嘛要看对象是啥物人啊。你来看，伊即摆只有魔性，也无人性啊。而且你家己嘛讲过啊，只要一口开猪的，绝对袂对社恶开福，你敢袂去啊？你搁想看卖，庙通嘛无甲拄好掉，到时阵三皇子会搁较危险。而且即摆天下的苍生拢叫控制掉的呢，到时阵会死偌济人，你想看卖？小龙女，你想看卖？唔通搁积病不我啦。陈理事吼，时辰要到，咱去哪？奇怪，拄则明明听人的声，哪会无看人的影？这人诶，又搁自作聪明，一定会惹出了想袂到的意外。
才有修炼五行的转身，功力才会当回来。三个人是要来送事情，死，就算要死，嘛要带你来做伴。顺风你，好彩你是上界大将军，讲话拢无咧经过思考，要掠我陪葬，敢有遮尔简单？啊，唔知什么人体内伤啊袂好，修五行逆转生法，佮已经走火入魔，佮你还死啊硬水杯，咪屁！苗东，无安尼啦，我超一个啦吼。你吼，甲我回一下室内，啊，跪落来，吼，啊，甲模拟用做吐出来，啊，天宝放出来，安尼阮就莫甲你抬死，好无？请你莫搁再这么问我，就算你搁较厉害，也毋过是不信情。以你有限的能力，是无可能这样全天下的。师傅，请你将恶念转变为善良，甲天宝放出来，好无？叶妹，恁三个人在我眼内，就好亲像是狗仔同款，等于就死。啊！哎，小龙女，已经掠着你个心软。是啊，这是我将军上最好机会，莫甲我主动啦。恁两哪安尼啊动动啊？你唔通袂记了？阮师父身躯内面佫有模拟龙珠，天宝佫伫模拟龙珠内面。万一你若将伊形成毁灭，那安尼唔是伤害到天宝？你怎么袂遐尔啊冲动啊？好啦，带转互妞妞菜市，行。行。妞妞，妞妞。妞妞，你看，苗通被我掠着啊！我即个将军上多啊吼。苗通已经吸取天地力的精华，你竟然有法度制服？当然嘛法度，也毋过模拟龙珠哦，你巴肚内都无爱吐出来。小龙女，你去向三皇子借上皇宝剑。是。经理，你去请玉凤出来。是，了好势。啥物？你讲苗通叫恁制服，而且掠转来？对啊，讲迄个臭屌丝，讲我实在有够厉害啊！我讲公主师啊，真不简单，这个掠着呢。而且哦，讲公主怎摆处理，叫迄个臭屌丝啊，把流珠吐出来，死狗天宝救，你就当传你啊！千里，多谢你，多谢。你莫遮尔客气啊，咱去来看卖。哦。真好良哦！你若交出模拟龙珠，放走天宝，你就是转恶为善。我会替你向玉皇大帝求情，互你免丢挂粮大之苦。苗通，你赶快给他放出来！你赶快给他放出来啊！拜托你。强哥你，你莫激动啦，我公司会处理，天宝一定有救的吼，别烦恼。你若无讲哦，就是更较好的机会甲服务。若无把握这个姻缘，一切嘛拢会消失。也搁有爱起忏悔心，另退一步，另让一步，成全别人。安尼就是修行、修正道、灭邪恶，你才有重见天日的日子。已经入魔道，要回头太慢了。袂办，一点仔拢袂办。只要把天宝放出来，我相信大家拢会原谅你的。而且拄则林公主嘛讲啊，只要你有悔改的心，然后你修正道，我相信你一定有好报的。我拜托你，你把龙珠偷出来，你把我囡仔放出来，好不好？人心无常，世事难料，这一切
唔是恁所想的这么啊简单。你即马是来讲啥？这是爱你家己把梁主偷出来，把囡仔放出来，敢有这么啊困难？我拜托你，你把天宝放出来好不好？我拜托你啊！对啦，臭着叔，你把天宝放出来啦，无再阮公主会了你一条性命。然后，我听本人讲，你的精气已经上方宝剑，会当斩了毒魔。我今晚就要替阮立下报仇。要抬就抬，有在理。死狗啉条，你讲唔讲哦？好。三毛总，求好留情。袂用的，我若对伊留情，伊将来一定会危害到天下的百姓。三毛总，伊要被搞我好戏放出来，可是你这么抬，恐吓天宝会有性命危险。请三毛主可怜天宝，请三毛主搁考虑一下。这。参谋总，我有一个要求，请讲。是不是请你将尚方宝剑借我？你们工作会安尼做，一定有你的道理。好。东南乡古旁小路行，孤大堂伊我定。参谋总，我有一个要求，请讲。是不是请你将尚方宝剑借我？你们工作会安尼做，一定有你的道理。好。那是等你。你我是啥物代志？这个病痛实在伤过干巧啊！竟然用单命做替身来欺骗咱大家。那你即马要甲天宝救出来，就更加困难啊！你屁，真正是真天！真笑。千里顺风，现在政府任务已经脱天地造化，以千外斗，伊的境界已经进过。即摆上烦恼的是用可怕的妖法来对付咱。安尼做因同意，苗通现在要改用啊战草了。阮师父为着要破除项梁宝剑的神威，即摆伊的元气大伤啊，到即摆还无完全恢复啦。所以伊的良手搁叫人偷买去啊，竟然用太极如来智慧甲烧啊！即摆伊安怎啦？紧讲啦！伊的九龙真气伊规个拢损害去啊！看要创啊，还唔继续讲。阮师父知影恁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要来对付伊啦。所以讲伊将我变作是伊啦。伊利用这个机会即摆要来精心调养啊，加强修炼，要来恢复伊的心魔功力啦。哎呦，师傅叫啊这么好听，用这替死鬼你都唔知的。免惊啦！吼，大明啊，算你好运啦！阮娘娘真慈悲啦，讲要甲你感化啦。只要你跪点这3暝3日，诚心忏悔，保证下摆无要搁做歹代志。
都要放你煞啦，你好运啦。我知啦。善是利益，恶是损害。一念之非，就会种下恶因；一念之是，就会种下善果。但明，这所有代志，你拢爱谨记在心。感谢菩萨之恩。只有诚心忏悔认错，才会当洗净心灵的污染，嘛才会当去清净明心。但明已经叫妈祖感化，我才误为加持，要作为修仙无量修身正果，真正是白费心机。姑姑，爱困，规个世就是对新娘无尊敬。走！我知啦，我会改进啦。哦，你是贵水姑哦，我感觉爱困对不对？我有一个办法会当甲你改进。嘿，这是啥物？你帮我念经的时阵，买爱，这个办法一定我就帮助你，爱小心，把手揢起来。哦。哦，你食打顿未？啊未嘞。哦，唔捌食过这么香的馒头啊！你食，哦，你食看觅。哦，小朋友会食香的。哦，够香的啦。哦，啊这馒头哦。等下，你伫遐笑，歹势，会晓无？我已经规工拢无食物件。会晓吼。你嘛知影会晓，以前做二十歹代志，真侪人哦，我叫你枵死，你搁敢讲？对啦，这就是将心比心嘛。偌济人互你害家呢，无馒头通啊食，看你这么可怜哦。这馒头你我想看卖，我现在通咧食馒头，你跪3暝3日，我才敢是3工呢哈。所以哦，这个馒头，我好你，敢对你我开心话。你啊，性格唔通遐歹，娘娘常常讲爱有慈悲心。但你啊，你以前确实做真侪歹代志，也毋过我看你诚心跪踮要食，你应该知影悔改吼。若知影悔改就好。千里啊，伊知影悔改，咱无甲救，啥物人要来甲救呢？是毋是安尼？来，这有一个专心的馒头，互你。当爸爸吃，多谢多谢。唔能叫，唔能叫。哎呦，给了，我来提水吼，豆豆食，豆豆食，猪鼻心，哦，继续继续继续，哎，不够，这个够你，唔通食，唔通食，吼，豆豆食，配水水啊水，吼，猪鼻心，豆豆用，有感觉较爽快无？有感觉，愈来愈爽快无？有感觉吼。
你是要问我有用下药无？慢动问题，不是用慢动，不是用慢动，是去陪水。爱自闭啊，吼，爱心爱。妞妞，小良路，妞妞，孙父伊过身了后，孙夫人说一直伤心过度，人煞破病，到即阵嘛无较好，所以我咧想讲，我应该等去照顾伊啊。小良路，虽然孙夫夫人不是你真正的阿娘，也毋过你有这个好心，真正是难得。这是我拄则配好的，用7片叶的7厘参，加上5味子配的药方，你早顿个孙夫夫人啉，应该真紧就会好起来。多谢妞妞。还佫有，你敢知影讲，你的阳寿敢若剩2、3天？人有生就有灭，这点你敢看会开？我愿意接受，也毋过，我即马上烦恼的是，我的形神毁灭了，那安尼真正会本来因为我来去伤害到伊的身躯甲伊的性命。真有这个可能，因为你是活伫文莲的身躯顶，你顶摆为着要救三皇子，甲三皇子换血寿的时阵。是以文莲的身躯去的，你已经甲文莲是心灵结合啊，所以到时阵，今仔真正的文莲的心情甲生命，嘛会对你消失。你是毋是叫妈祖感化去啊？是，忏悔就是清净，清净假明心。真好良，你已经罪恶滔天。也毋过，你若是愿意放弃妄动无明，莫搁执着未将，去向善之心，都还阁有救。啊，若是无，你必走天谴。世事无常，是非颠倒，哪有啥物天谴呢？凡事拢是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师傅，我拜托你赶紧回头，莫安尼真迷不悟，好不好？你是叛徒啊！我定你的台。一粒心活动，看梦想。你装好以后，你可以来。孙夫夫人，伫这段时间，你真疼惜我。今晚你让你破病，我应该是爱真好心，亲身去照顾你。不过，我实在就烦恼的，烦恼我性命若消失的时，连你亲情的查某囝本来嘛会对你离开。我心肝若是会足艰苦，我嘛感觉真亏欠你老家。我惊我无法度控制家己的情绪，那安尼嘛会害你愈伤心，所以我实在不忍心忍气去面对你。孙夫人，请你来原谅我。我希望你以后爱甲你好好啊保重。我希望你能身体健康，食饱日。师父，地主向你请安。陈明，你伫妈祖面头前跪遮尔啊久，转来就搁跪，敢袂忝？紧起来。
师父已经完全恢复救援正气，嘛连成心无大法了。无唔对，为师在感谢你，甲你变做是为师主动小龙女因来了乱，我唔只会当清净修炼。大明，辛苦你啊！会当替师父尽淡薄仔心意，这是弟子应该的。也毋过，自你转来，为师听出来你喘气的声音无共款。这阵为师看你的眼神，嘛已经无较早的杀气。你是毋是叫妈祖感化去啊？师父，忏悔就是清净，清净假明心。点名！敢对为师讲这个话，你是想要反背为师是？弟子唔敢。敢真是唔敢。但明，为师会当甲你加持，嘛会当甲你消灭掉。师父，我已经忏悔啊！你规日甲我抬死，我爽爽快快来解脱。但明，不愧是32州县的宝头统领，好，为师就成全你。师父，哪会安尼？但明，你虽然已经忏悔，但是你愿意搁爬过来，这表示你对为师用心敬敬。为师留你一条命，你要为为师效劳。感谢师父，感谢师父。但免肯忏悔，应该是佛师净修，以赎罪之心断恶念消业障。想袂到，伊竟然倒转去道观倒靠庙通。唉，这个迷障若无破，伊今生可能无望。希望伊有回头的日子。娘娘，迄甲你做你来，你莫替烦恼啦，吼。会当觉悟，嘛要有正确的信仰。人生的方向，才袂行唔对去。假使讲观念无正，无都有正业，无都有正心，安尼所行所做的代志，都有偏差。所以娘娘，你的意思是，等面等去道观根本就是唔对，是自找死路。所有一切都要看伊的造化。苗通爱伊单面回头，一定想要搁再利用伊。对。迄郑和亮变成臭道士的模样，就是想要做国师啊，享受万民敬仰尊重。啊，不过伊失败啊，伊一定足唔甘愿的，所以哦，一定要建个恐怖的阴庙，加伊压死。你两个随时要注意，希望伫最近这几天会当甲伊制服，安尼才袂辜负玉帝的圣旨。娘娘，你放心啦，阮两个做你的护法，一定尽心尽力，袂让你失望啦。变做心魔大帝，称霸天下。虽然无需要千军万马，也毋过必要时阵，嘛得需要这鬼道亡魂来相助。
加资了解师傅你的意思，要消灭妈祖千里眼顺龙呢，一定要利用这鬼道亡魂。望安乡古旁小路行，孤单窗伊我点。变做心魔大帝，称霸天下。虽然无需要千军万马，也不过必要时阵，就要需要这鬼道亡魂来上座。加资了解师傅你的意思，要消灭妈祖千里眼顺龙呢，一定要利用这鬼道亡魂。牛牛，我听到声，我看到影，伫你方向。众兄弟姊妹，我剑河连王来解救恁咯！亡魂鬼亡，对了，哎呀，但是这鬼魂甲绑嘴变做厉鬼，到时叫苗头利用去，惨啊！放心啦，有上文宝剑在哦，咱有信心啊！咱这摆啊，一定要来这臭大人抓起来。我上担心的，就是这灵魂，若是受到正好龙王心魔大法的控制，变做12天将的厉鬼，安尼就麻烦了。牛牛，什么叫做12天将12天将本来是仙界的大将军，因为触犯天条，所以被拍落凡间。如果唔知影当悔改，凡死罪被处斩了后，怨气未散，沦落鬼道。哎呀，但是天将变做厉鬼，安尼可能会真歹应化呢。咱这摆是以我得奖，胜败难分，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，千万唔通出任何的差错。是。这孤魂野鬼出去甲妈祖对战，到时阵妈祖绝对元气大伤。众兄弟姊妹，我哋出去！一片无心经一场，无强完成此时伤。
是观音菩萨入去。妈祖，想袂到这尔侪孤魂野鬼，无才调，甲你消袂掉。阿明，田主在，是要雄霸天下，来出一战。是。陈浩良，你已经罪恶滔天，也毋过你也是愿意放弃妄动无名，莫搁执着未将，去向善之心，都还阁有救。啊，若是无，你必遭天谴。世事无常，是非颠倒，哪有啥物天谴呢？凡事拢是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陈浩良哦，是非虽然会有颠倒，也毋过人心是不可颠倒。你已经应我数十年，入魔或者是入道，你是毋是有法度去掉邪恶之念？就伫个即马，完全看你的决定。我前河灵王的决定，就是甲你妈祖灭掉。师傅，我拜托你赶紧回头，莫安尼真没不我，好不好？你点的？你是叛徒啊！我连你都抬。天宝开伫龙珠内面，万一去上到伊是安怎？不管了，先保护娘娘要紧。龙珠破解啊！天宝有救啊！模拟龙珠竟然叫小龙女破解，一声有影遭天谴，我来紧走。天宝，小心，天宝，你无代志啊？陈丽大爷，宋大爷，李公主，无代志啊，拢无代志啊。哦。我娘诶，咱有看到伊啊？助理放心啊，你那娘吼，伊妈做别伊无代志，免烦恼啦吼。想袂到，阮师会放我做伊，我无见得到啦，别嘞。要走就走，赶者！讲我这单兵哦，真正给你机会你参会，唔知参会，你砸死啊你！左手，上天好生之定，你放伊走。是。好啦，看你白痛这样子，总之也无几年啊，别个。不要看你。可以啊，紧走。多谢千里。多谢水龙呀。感谢天父多。水龙你。小龙。娘娘，今后灵王爷
想袂到竟然去互走去。看起来，这我是白了讲。小龙路，小龙路，小龙路，田宝，这药你趁小啉，来，较细致的吼，烧吼，大大啉，大大啉，哦，大大啉，大大啉，大大啉。田宝，你看，什么人来啊？多谢天公伯，咱母囝总算伊愿意啊！天宝，你敢知啊？阿娘就想你的，到你受了这么多委屈，阿娘真是做唔甘的。希望以后你别再受到任何的折磨啊！阿娘就算是更加坚强，嘛无法度去承受任何的折磨甲打击啊！阿娘，莫阁哭啊！我会当平平安转来，你应该欢喜才对啊！莫阁哭啊！阿娘莫哭，阿娘莫哭，以后咱来永远做伙。阿娘会好好照顾你，保护你，袂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。你嘛要加油，为咱黄家存一口气，知影无？我会阿娘，我会。黄姑娘，这你放心嘛。虽然天宝伫龙珠内面困这么久，难免受到伤害，不过无要紧，啉这定心的药汤吼，相信伊真够就恢复啊！哈。多谢你，多谢。哎呀，免客气啦，看恁母仔囝安尼团圆哦，我嘛足欢喜的。啊，林公主咧，我想要真心甲说多谢，多谢伊的大恩大德。文言受重伤啦，阮公主即马全心全意在替伊医疗，咱先莫甲搅了啦。我无死，我竟然搁活咧！小龙你，伫你咧对付魔女龙珠的时，也就是你永寿将尽的时。本来正好龙王想要将你除掉，也毋过想袂到，伫咧龙珠破碎的时，伊内面的日月精华，也阁有救现精气，灌入你的体内。所以并无爱你的性命，颠倒互你延年益寿。你讲的敢真实嘞？当然嘛是安尼。当时你是为着要救我，你有救人之心，天必救之。而且你以善念行事，所以因祸得福，你的慧命永存。亲情。我会伫咧烦恼讲，原来是死了后，会去伤害到真正的本的。安尼伊的身躯，甲伊的生命，嘛会对我毁灭。好佳哉，我能度过这个劫数。讲起来，嘛是不幸中的大幸啊！
妞妞，我若无死，那安尼我和马三丰做的感情，是毋是有圆满的结局？这都要看你家己的决定。金河龙王又搁走去，咱经过一场惊天动地生死之战，结果还是白了工。阮的呢，即马人呢？真不幸，伊受重伤。我你看，三公主啊，阮姑娘即摆伤啊真严重，阮公主哦真全力在甲救，你莫救呀，惊公主分心啦吼。也毋过你敢知影，我心内偌着急偌不安。三公主，你是莫着急啦，你一定要相信公主的意思。妞妞，我问你哦，我是要等于天庭接受这法甲定罪啊？你放心，玉帝已经免拄你一切的过错，所以你已经完全恢复你小龙女的性格。感谢玉皇大帝的恩典，还有妈祖娘娘爱护。这一切，拢是你种的善因所得到的福报。当年的牛郎甲织女，一个是仙女，一个是凡人，也毋过结局却是一场苦恋。这就证明讲，人和心相爱是无可能圆满的结局。妞妞，既然我已经恢复我的性格，按算起来我嘛是一个仙女啊。我想讲，你想要安怎做，拢会当照你的意思。也毋过，既然你已经恢复性格啊，应该搁较有智慧去判断你要做的任何代志，对无？多谢妞妞。小龙女，希望你的决定是正确的。林公主，三公主，本人人呢？阮的已经倒转去啊，你放心，伊的伤嘛已经好啊。转去啊？伊伤好啊？敢真是？我唔对，因为伊的善心感动天地，所以永寿未尽，会当平平安安活落去。足好诶！感谢上天的保庇，也多谢林公主义理本的。我即马要去过去找伊啊。等下，什么代志？三公主，你对文内姑娘的痴情，确实使人真感动。也毋过，贵为一个皇子，我希望你会当时时刻刻挂念天下苍生。我知影，林公主，多谢你的指点。马祖，我有正和灵王的天魔神计原在，我唔甘愿，嘛绝对袂认输。像讲你马祖发力无边，我绝对东山再起。绝对袂放袂煞。百洲城怪病原形，无药可医，老百姓哀鸿遍野，是天灾人祸，也是有妖怪作乱的。少年的母亲得了怪病惨死，为着生活，伊的父亲阿二师竟然叫伊的小弟阿红去卖身。少年要如何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？阿二师斗相共镖局阿彪，想袂到根本是百洲城将军高宏达甲爱妾雪姬所设的合战。阿二师当行向黄泉的不归路，
面对小连续的灾难，闻声救苦的妈祖娘娘要如何一一化解呢？妈祖启示录，人假使有正确的信仰，在人生的旅途中所行的路就袂有差错。人的观念无正，就袂当正业，袂当正心。观念若是有偏差，所做的代志嘛容易死角差。青春短无通，歌声在酒里暗，看阮舞步遥望岁月流转。红岩墙孤芳寂无行，孤单窗伊外点无雨花听风光。红岩墙花丛边浸畔，露水重，花香自然要采怎通念？红岩墙孤芳寂无听，孤单窗伊外点无雨花听风光。红岩墙花丛边浸畔，露水重，花香自然要采怎通念？红岩墙孤芳寂